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7日，诗篇86篇12节安尼讲：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专心称赞你，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三甲来祈祷，我要永远称赞荣耀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大搁行奇事的上帝，你的话安定伫天里。你捌伫万百姓的中间，显明你的权能。你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血赎回我。主啊，你施落的慈爱是遐尼大。你的恩典疼痛是遐尼深，主啊，因为你是良善，所以你欢喜赦免。主啊，因为你有怜悯，所以我要通力求救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爱耳孔听阮的恳求。主啊，伫患难的日，阮求救你，你要永远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我要专心称赞你，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